今次介紹單位係俊海473尺2房，睇一睇翻個廚房啦，直廳嘅設計非常之寬敞，另外望翻出去個景都好開揚，同埋好光猛。咁你會見到呢個單位保養都係非常之好噶，睇一睇個洗手間，洗手間方便。咁你會見到就係一個企缸嘅設計。咁另外呢，我哋依家睇一睇翻主人房。主人房嚟計呢，業主都做咗升高地台，增加收納空間，都做咗櫃嘅。我哋依家睇一睇翻成個客飯廳嘅佈局，非常之見使噶。咁你會見到呢，單位嚟計呢，佢係採用一個嘅淺色系列，所以呢都非常之光猛嘅。咁依家我哋睇埋另外一間房啦。另外一間房嚟計呢，都係做咗一個嘅小朋友床同埋櫃，所以顯得格外好用噶。